為咗迎接今年2026年太陽能車嘅比賽，我哋呢 team 人真係搶到爆㗎！除咗我哋幫架車換咗呢啲大腳8嘅轆之外，仲喺入邊裝咗一個秘密摩打添。要推一隻怪獸，梗係要插足電啦！我哋試咗5個唔同嘅5.5伏同埋6伏嘅超級電容，終於學識咗，只要將內部電阻校到最低，就可以谷爆個摩打，將電力變咗嚟超強嘅爆發力。講到充電真係最頭痛，我哋係用車載太陽能親手砌咗嘅魚肚，各有5塊12伏嘅巨無霸充電站。實戰發現18伏雖然充得爽，但係要精密過壓，6伏就最穩陣，真係少啲小息都搞唔掂。試車試到懷疑人生，但係經過無限次炒車同微調重量，我哋終於找定轉換效率同環境限制之間揾到最完美嘅協同，克服所有困難。覺得我哋夠搏，記得喺 YouTube